上课台湾囡仔的故事，较水。欢迎收看《送予台湾囡仔的故事》。拄则咱看到的是100年前办伫台北州的一个展览，内底会当看到台湾各种的产品，甚至阁真适合免费提供冰的乌龙茶予人啉。讲到茶，咱台湾的茶叶品质真出名，不管是地理的条件，也是制茶的技术。咱生产出来的茶已经伫国际上有名声，但是台湾茶到底是怎样行向世界的？其中景茶女工又阁是扮演什么款关键的角色？互一罐搁一罐优质的台湾茶，真做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。19世纪，台湾大港陆续开设，有真侪外国人来到台湾，亲像宣教师、医生，也是心理人。因为安尼，西方现代化的医疗甲教育嘛传入来台湾。咱第一季嘛有讲到这个故事，会当去看卖哦。连结放伫资讯栏内底。其中有一个英国心理人 John Dowd， 想要来台湾研究樟脑的市场。因为伫迄时，樟脑是全世界真重要的原料，会当摕去做目镜、加喙齿，甚至是制作火药，所以变成做大家烧抢的原料。台湾当时樟脑的产量占全世界的70%以上哦，那亲像即马台积电的晶片同款呢。这位英国人来到台湾了后，意外发现台湾北部的山区甲天气真适合种茶，感觉有机会当赚大钱，伊就邀请朋友李春生引进福建的茶材来台湾种看卖，结果不得了啊！种出来的茶实在足好啉。迄时台湾的茶叶拢是农民家己种来食。无大量生产买卖的概念，这位英国心理人甲伊的朋友就甲茶农参详，鼓励因大量种茶，甚至贷款甲因买茶材而且保证会甲茶叶买落来。不止安尼，英国引进新的技术，研发出一款特别的乌龙茶。这款乌龙茶食起来实在香滚滚，外国人形容这款台湾茶叶。敢若亲像茶叶内底的商品，这款茶嘛有一个真水的名，号做福摩沙乌龙茶。这个外国人把茶卖去美国，结果真受欢迎。另外一方面，台湾人家己做的包装茶也卖到东南亚，亲像大场町的新丰村茶行，就真做台湾包装茶外销上大的厂商。因的茶的名声同款称到全世界。台湾茶叶外销的需求是愈来愈大，伫大场町加工了后的茶叶对淡水港送到全世界，也带动大场町的繁荣。茶行像安尼一间一间开起来，上济的时阵有到200多间哦。迄时也未有机械的生产线。这个茶行就需要大量的人工来种茶，而且种茶需要认真甲耐心，吸引真侪妇女来做这个头路。若是到做茶的大尾，甚至有2万外的种茶女工，什么会所拢有。大家坐伫茶行门口的亭仔骹种茶，通常是3个到5个人不等坐一轮，做伙负责一个柑仔的茶叶。这个女工用双手拣粗的茶叶，甲茶机也是较歹的茶叶拣掉。女工会甲一公斤的量换做茶场，到月底才摕茶场去换工钱。茶场是计算拣茶工拣茶数量的记录。茶场有时阵是记伫纸顶面，嘛有记伫铁片顶面。伫当时的台湾社会，其实职业妇女也无遐多。
主要拢是伫厝内底顾厝，也是斗相共做事。但是种地这个工课，时间真会当长久，阁会使赚到袂少的薪水，自然种地就变成真手市的头路。这个女工对世界去到大场行做工课，地行门口的顶仔卡就是因的办公室。大家人一群一群坐做伙，哪工作哪开讲，有时阵嘛会互相分享一寡流行的衫、甲美容的物件。因赚到属于家己的钱，经济独立，开始会自由打扮，拢会装甲水水去上班。到伫日本时期，30年代，另外一种茶，红茶也出起来啊。原因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日本茶茶的外销市场，所以伫台湾发展红茶。一间日本公司三井物产伫日本总督府的支持下面，踮台湾成立分公司，伫台湾北部的台北州、甲新德州山区起茶园，就是现在台北、新北甲桃园的所在。而且引进机械制作的技术，台湾制造的头一个世界级的红茶品牌立东红茶就安尼诞生啊！甚至成功卖到欧洲。工厂内底对起头的种茶到最后的包装，拢看到女工的形影。女性用要包办工厂内底所有的工作。伫日东红茶工厂上班的女工，规定爱穿制服、白头装、低白色的帽仔，搁爱穿类似是料礼服的衫来保证卫生。甲伫大场行顶仔卡会当自由打扮的女性无共，工课的时间也无共。顶仔卡女性种茶的时间会当春秋，不过伫工厂内底有固定的工课甲休喘的时间。工厂内底的女工无亲像顶仔卡的女工遐尼自由自在，所以因下班就会去找一寡娱乐，亲像看电影、听唱片、听收音机。这个女性用双手一片一片拣出来的茶，帮赞台湾茶行出世界。大家若有时间，嘛会当去大场行的新丰村茶行参观。茶行的建筑是30年代保存留落来的古迹，内底会当看到少侪早期制茶的机器甲文物，也有甲茶有关的体验活动哦。连结放伫资讯栏内底。后一集，咱由原要介绍甲女性手工有关系的故事。你敢知影？伫台湾60年代开始，加工出口的工厂内底8成拢是女性哦。爱听故事的朋友会记得起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庆主，咱后一集再会，拜拜。